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非常喜乐哈，今天可以来到圣殿，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昨天晚上有一个地震哈，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惊慌。我分享一下，我昨天晚上在地震的时候，是我们圣歌队在练唱，我们要唱的诗歌是今天早上第一场献诗的诗歌哈。那首诗歌叫不动摇的国度。结果这地在震动哈。我们在当中就有点感想哈，或者有一点领受。我们在地的这个国度是会动摇的，但是神的国度是永不动摇的真的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的一个国度。那今天我们早上到这个地方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敬拜这个永不动摇的神，敬拜个可以当我们依靠的神。在诗篇28篇第7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到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开始我们的聚会之前，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今天的聚会，为着我们自己可以领受神的恩典为着我们可以到圣殿里面来敬拜他，我们来献上感谢，献上赞美，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得赞美的神，因为他在我们的患难当中，在我们急难当中，他成我们的力量，成我们的帮助。他是至高者，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配得我们颂赞赞美的神。所以我们在聚会之前，我们每个人都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来歌颂我们的神，我们开口来赞美他。哈利路亚，是的，主啊，配得赞美的神，主啊，我们早上的聚会当中，单单的来敬拜你，单单的是你，单单的亲近你。主啊，我们这个时候献上一切的赞美在你面前，我们要诗歌来赞美你，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来赞美你，用我们的身心灵完全的投入来赞美你，献上我们的一切在你的面前。神啊，你配得我们敬拜的，配得我们歌颂的，配得我们尊崇的神。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你让我们可以来领受这样的福分，我们真的是要献上感谢，献上赞美。还有对啊，感谢你恩典满满在我们当中。还有对啊，我们当早上的聚会再次恭敬摆在神的手里，我们愿意用赞美为祭献在神的面前。愿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罪来献上祷告。当我们要亲近神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拦阻拦阻着我们来亲近他。特别是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知道或不知道的罪，他常常捆绑着我们，让我们无法跟神面对面的来见面。它好像一个帕子一样，遮在我们跟神之间让神的恩典、神的救恩没办法到我们当中来，让我们的祷告无法透到神的那边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为我们自己知道跟不知道的罪，我们认罪祷告，求神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也特别为我们这块土地，台湾这块土地献上祷告。我们这块土地所犯的罪非常的多，有邪灵的罪，有愤怒，有怨恨的罪，有骄傲的罪，有贪婪的罪，有许多的罪在这块土地上。我们求神能够洁净这块土地，也兴起更多的教会愿意来在这块土地上为主发光。让神的福音能够遍传在这块土地上，所以我们开始来为我们自己的所犯的罪来献上祷告求神来赦免。我们为这块土地来献上祷告求神来医治。我们开口来祷告。还有对是的主啊，这个时候特别将我们每个人的罪摆在神的面前。主啊，我们若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神你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还有对是的主，我们特别为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所犯的知道跟不知道罪来献上祷告。神啊，求你用你的怜悯用你的慈爱的双手来拯救我们，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主啊，让我们再一次的恢复那个圣洁的灵能够再一次在早上的敬拜当中来遇着的神。还有对是的主，遇着你是多么幸福的事情。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如何来远离这样的诱惑，来远离这个罪的捆绑。还有对是的主，感谢你，赞美你。亲爱的父神主啊，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来洁净我们，来炼净我们，让我们早晨在你的面前的这样的一个敬拜能够蒙主你的喜悦。我们特别为这块土地献上祷告，愿这块土地成为神所喜爱居住的地方，挪去一切的罪恶，挪去一切的贪婪、
骄傲、怨恨的这个地方。主啊，你兴起更多的教会，愿意为这块土地来祷告，让每个教会在各地成为一个灯台，成为一个亮光，成为一个希望，一个福音的出口。愿主你保守，愿主你洁净。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门。我们为几件事情来祷告。第一个，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世界的局势祷告。特别为这个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影响，已经2、3年了。我们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各地还有很多的战争，有饥荒，有非常多的天然的灾害。当我们打开新闻的时候，我们就感到说，这个时代真的是要面对许多的困难挑战。唯有神才是我们唯一的盼望。这么开口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我们为复兴台湾的众教会祷告，让每个教会都可以成为传扬平安福音、救赎恩典的教会。我们兴起更多的基督徒来为主做见证，为主发光。这么开口为着我们面对的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局势献上祷告。求神来掌权做王，我们开口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这个时候特别为所面对的这样的困难挑战献上祷告，特别在疫情当中，我们真的是要面对许多不一样的一个捆绑身体上的一个捆绑，一个恐惧的捆绑特别在这个疾病流行当中，我们有许多的伤害的那个地方。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可以远离这样的一个疫情所带来的捆绑。虽然这样的疫情没办法短时间的结束，但是让我们有刚强断断的心来面对这样的疫情的捆绑。特别为世界各地的天然的灾害来献上祷告，求神怜悯，求神来医治，求神来救赎。主啊，你与我们同在，特别兴起台湾的众教会，愿意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成为在黑暗时代当中成为一个光的一个十字架的一个灯台。主啊，照亮这个黑暗时代让在黑暗当中被捆绑的这些百姓，因为有教会的设立因为有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光，耶稣基督的希望的光，让他们进到这个地方来，他们就得到完全的救赎，完全的平安。哈利路亚！是的，怎么感谢你，赞美，将一切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是的。第二个，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来献上祷告，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不受攻击，让我们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跟有盼望。特别让我们跟家人的关系能够建立和睦的一个关系。为我们家人的成员来献上祷告。可能我们家里面还有一些人还没有信主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在家里面能够成为传福音的一个器皿帮助这些家人能够来认识神。再来为我们的工作、职场跟学校来献上祷告，特别跟我们的同事、跟我们同学有好的关系。为我们的经济稳定，或许你有一些财务的困境，求神能够帮助掌权，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困境。最后为我们个人的身心灵健康，为我们的疾病，为我们家人的健康，我们都来开口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这个时候特别为我们个人来献上祷告，神来保守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唯有你才是赐我们平安的神，唯有你才是你带领我们走过困境的神。你是在江河开路，在家人的关系的和睦，为家庭成员每个人身心灵完全的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管顺境逆境，都能够凡事谢恩，让我们常常口结赞美的果子，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神的样式，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福音的传播者。在各样的事情上面真的能够为主发光。主啊，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困境的时候，神啊，你就掌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唯有你是我们的主，唯有你是我们的依靠，唯有你是我们的牧者。求神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远离试探，脱离凶恶，不容许一切的捆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让我们有好的人际关系在各样的事情上面都能够成为一个结出美好果子的人。主啊，我们软弱的地方，主啊，加添我们力量；我们不足的地方，主啊，求你赐下你的恩典恩赐在我们不足的地方，加添我们的能力加添我们更多丰盛的生命。还都要感谢你，赞美你。我们
们将所有弟兄姐妹恭敬摆在神的手里，愿神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最后，我们来为我们教会的这些同工们献上祷告。我们有合一的同工特别在各项的事工上面，大家同心合意来做合神心意的事工。我们为牧者团队、为长子同工、为我们的服侍团队跟团契的首长来祷告，让这些我们教会的同工都满有属灵的恩赐在服侍神、服侍人上面充满了智慧跟能力。第二个，为教会的属灵气氛祷告，让我们整个教会都来渴慕圣灵，渴慕来祷告渴慕来读上帝的话语，能够热情的敬拜能够在各样的事情上面能够学习如何来侍奉神、侍奉人最后一个，我们为我们教会开始要举办幸福小组，已经开始启动了，所以我们为这些幸福小组大使命的事工，我们献上祷告，让这些幸福小组的同工们透过这几个礼拜的一个服事，能够让这些贝斯特能够来认识神，让他的生命得到不一样的一个祝福跟亮光所以说我们特别为这样的事工来献上祷告大家带祷的力量会成为这些福音事工很好的一个支柱让神的心意，让神的救恩能够传遍能够影响，能够改变这些贝斯特，让他们一样跟我们一样可以领受这样的恩典跟祝福。所以我们开口为教会的事工，为教会这些同工们，我们献上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特别为我们富强教会献上祷告。我们的牧者团队，我们的长子同工，要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团队，我们一起来祷告。教会来做求你来看顾我们这每一个团队，他们的困难要得到解决。求神改变我们，改变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进到这个教会来说，他们生命都被刀翻转，得到更新，被圣灵充满。在如今在祷告、在赞美上面都大有能力。还有是我们感谢你，特别为我们的幸福小组献上祷告，求神使用这样的一个幸福小组，来将你的福音能够遍传出去，来能够让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福音的施工，让更多的贝斯特，让更多的慕道友，他们心是被翻转、被改变的，看见他们是被得救的，看到他们是被神所喜爱的，我们要这样来献上感谢，献上赞美，愿神祝福这些同工们，让他们有属灵的恩赐跟力量，有足够的爱心跟耐心来陪伴这些贝斯特。还是要感谢你、赞美你，将一些荣耀归给你。还是要是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将以上的祷告恭敬摆在神的手里愿神照你的心意来成就这些祷告。主让你的满满的爱就充满在我们教会里面来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教会当中，在神的一个国度里面享受神的荣耀，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神的丰盛，将一些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唱这首诗歌，我深深渴慕。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让主来使用，渴慕圣灵光照我们。以为梦醒就不会哭，以为忍住就没痛苦，只有走路才明白。生命没有路，
们的神。我渴慕，我深深渴慕，我一生能紧紧抓住主，我拿什么能报答你？拣选我藏在你隐秘处，我渴慕，我深深渴慕，直到年老我还要赞美主，决心走向才能是家道路，他的满足能够不是耶稣。你为何要拣选我？主，你为何那么爱我？没有像我爱那么多，不给主用我一生怎么过？我渴慕，我深深渴慕，我一生能紧紧抓住主，我拿什么能报答你？拣选我藏在你隐秘处，我渴慕，我深深渴慕，直到年老我还要赞美主，决心走向才能是家道路，我的满足能够不是耶稣，决心走向才能是家道路，我的满足能够不是耶稣。邀请所有弟兄姐妹为早上的敬拜献上祷告，求神的灵运行在当中，设立宝座在的地方。我们为牧师来祷告，特别为牧师今天的讲道来献上祷告，求神炼净牧师的口，帮助我们牧师的每一句话是从神来的，炼净我们，帮助我们可以来回应神的呼召。所以我们开口为早上敬拜献上祷告，求神的灵运行在当中。我们开口来祷告。还有这个是的，多神感谢赞美你。我为早上敬拜献上祷告。神啊，求你设立宝座在的地方，让我们早上在敬拜当中看见神的荣耀彰显。主啊，透过牧师所传讲的信息来炼净我们，来改变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来回应神的呼召。还有这个是的，主，感谢你，求神派天军天使围绕在这四周围。主啊，你让这个地方成为属于神喜爱居住的地方，让神临在这当中。还有感谢你，赞美再次荣耀归给你。还有是的，主，感谢赞美你。今天父神早上的敬拜再次恭敬摆在神的手里，愿神的灵浇灌，愿神的灵充满。还有是的，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你让早上的敬拜成为荣耀神的敬拜成为神十架彰显的一个敬拜。还有感谢赞美，将一切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门。还有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他。这时候我们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生命在于主，力量在于主，盼望在于主，哈利路亚。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你，在你。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你。生命在于
来赞美你，全心赞美你，我的盼望在于你，生命在于你，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你，在于你，生命在于你，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于你，在于你，生命来赞美你，我要尽全力来赞美你，赞美你，全力赞美你，我的盼望在于你，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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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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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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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哈利路亚！哦，主，我们欢迎你降临到我们当中，哈利路亚！我们欢迎你降临到我们当中，设立宝座在这个地方。哈利路亚，是的，主，圣洁的圣灵，圣洁的耶稣，我们欢迎你，欢迎你设立宝座。哦，是的，主。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圣洁耶稣，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君王就在这里，我们
在这里，我们焕然献祭，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他能彰显这里，何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哈利路亚！世界万有都属于你脚下，所以我们聚集在这里，因为我们要献上赞美的祭、感恩的祭。愿神的恩典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不是偶然，是你用宝血的代价所赎回的，每一个在你眼中都是至宝贝。愿我们的敬拜也这样的透到主你面前，求神来悦纳，求你的平安喜乐，你的祝福恩典以及你的话语的启示临到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需要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来恭受上帝的话。本周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4章45到49节，我这里来念。于是，他开启他们的心智，使他们明白圣经的话，又对他们说：圣经记载，基督要受害，第3天从死里复活。你们要奉他的名，把悔改和赦罪的信息传开，从耶路撒冷遍及万国。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我要亲自把我父亲所应许的赐给你们。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那从上面来的能力临到你们。他有永恒的福音，要向世上各国家、各部落、各民族，和说各种语言的宣布。启示录14章第6节。献诗，接下来由音展小组带来献诗，他们的曲目是主，你是我力量。献诗完，由牧师讲道。本周的主题是福音使者广传万邦。你是个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神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肩负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你是个我的
我们一起用掌声来赞美主，谢谢应展小组。主，你是我力量，愿神的恩典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聚会呢，除了分享主的话语之外，我们在讲道完，我们有一个医治祷告的时间。那每一次我们在1个月有一次的医治祷告时间，都会邀请弟兄姐妹勇敢的到主面前。那个是一种行动，一种信心，一种盼望所以我们也请我们的小会员、我们的代祷团队包括我们的小组长，都可以到前面来为每一位需要代祷的服事来按手做服事祷告。另外这一个祝福祷告完成之后，我们的幸福小组也要举行差派。我们在第2堂礼拜有4个小组那请副长还有我们的幸福小组组员呢，就等一下一起到前面来，我们要做一个宣告，一个祝福每一个小组都准备了非常有活力的队呼那一起来宣告神的恩典，跟每一个幸福小组同在。我们在分享主话语之前，我们来做祷告。现在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教会一起参与整个教会的敬拜服事。我们不只要领受神从天上降下的恩典跟力量，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宣告，我们要成为一个福音使者，受差派来祝福更多的人。许多世上的灵魂因着圣灵的感动，因着我们成为神的器皿，我们就邀请更多的人加入这个恩典的团契。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能够勇于突破，勇于受呼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福音使者广传万邦，是从今天这2段经文里面得到的一个启示那开始的时候要先讲一下我们牧师曾经参观的一个教会来做开始这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是韩国的一个教会，叫做泉州的安提阿长老教会的故事。那泉州是就远离那个首尔比较属于中部那个地方，有一个应该算是一个城市吧因为他们的一个省叫做道理的道就是好像一个都会的样子，但是一个州就是一个城市或是一个类似我们的县一样。那这边有一间长老教会，那这个缘起是因为牧师大约是在2002年2002年已经20年前了，就结束了我们在富强教会的服事，我们就到高雄去当时离开的时候，我现在回顾起来，真的有神特别的恩典。记得在离开前呢，我跟谢牧师有邀请我们当时的长职啦，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团队，那一起来读一本书，就是《直奔标杆》。因为那个时候刚好这本书呢，成为一个教会建造的一个非常好的、有很好的逻辑理论那大家一起读。那个时候我离开，但是没想到神的动工就开始在我们富强教会。隔年蔡牧师来到我们当中，那配合我们整个弟兄姐妹大家参与学被改变那我们就朝向一个转化的过程了。大概有参与过的都这个故事很熟悉。换句话说，我们从一个传统的长老教会的体制，我们慢慢走向小组，我们走向一个多元化的礼拜，还有敬拜赞美，还有侍奉团队，还有代祷团队，就陆陆续续就成长了起来。不过那个时候我跟谢牧师已经离开了就不知道说原来我们富强教会改变那么大。那其实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是我跟谢牧师觉得我们自己要先改变。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大概是我们已经牧会18年，就是我们的牧会资历已经18年了。那从学校的学习一直到整个教会工作，那个时候的概念比较倾向于说，你就是要尽忠成为一个牧养者牧会啦，照顾会友啦，
弟兄姐妹有什么样需要帮助的，你就是要尽力去做这样子哈。那个时候，那个时代，那个时候的气氛也感觉说，好像传福音很困难，能够进到主里面的真的是万中选一吧。所以那个概念也觉得说，好像传福音有就不错没有也没办法，好像很无奈哈。但是那个时候感觉上说，觉得好像缺了什么所以刚好在高雄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整个中会就是整个高雄区的教会，大家开始有一个决志说，我们不能一直留在原先的教会牧养弟兄姐妹，大家觉得很 OK 很棒享受在教会里面的恩典就够了。我们要学习突破，一方面突破就是除了这些教会的改造，就像我们自己互相在那个改变的过程一样，我们也在高雄也是众教会一起学习改变。那有一个改变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学习去观摩，因为你自己闭门造车或者拿书来想讲不出来，看人家怎么做所以那个时候就兴起了就是一个非常热络的一个访韩盛会，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我们的互强教会也有好多次，很多人去参加。不是说他们那边是绝对完美，是因为别人做到了，我们还没做到，我们就是学嘛，就是学习嘛。包括我们看到的那个高雄的福气教会，他们也是这样他们在1990几年才开始1998年左右吧，他们也是从头学。谁哪一个地方有，我们就是学，好像产业去吸收去学习这样子。那后来呢，这一个访韩盛会除了会众会友的全部一起访问以外，他们还觉得说，我们也有牧者的时间牧者亲自去做造就，那更好因为你在暑假大概7、8月的时候是带会友去经历，那牧者是不是也能够有一个好像退休的时间？所以他们就定在每年的2、3月那个时候韩国还很冷很下雪的时候，反正大家你去就是要去参加一个灵修会嘛，所以就住在那有暖气的一个大楼里面那就在这边参加。那大家觉得意犹未尽，除了在那边每一天早上就5、6点就起床要参加特会，之后才吃早餐呢。感觉就心灵上受到很多的冲击，但是也得到很多的滋养那慢慢一些观念被突破被改变。那后来呢这些牧者呢觉得说还意犹未尽，觉得参加这个研习会很多牧者来专讲还不够，他们就说是不是能够在结束的时候还有1、2天的时间可以去参观了就到各地有好的发展的教会参观。那记得有一年大概很早2004年，我跟谢牧师参加这个访问团呢，就去参加了这个泉州的安提阿长老教会。因为同样是长老教会，感觉特别亲切。不过这间教会呢的故事有一点震撼，让我们得到震撼。我们去访问，大家都怀着那个期待的心嘛说哇，这间教堂不要多大多宏伟多庞大这样子。不过我们一去附近停车场是不小了，但是礼拜堂是长这样子，不是后面那个高高的楼是前面那个黑黑的部分。这个叫做安提阿长老教会。我们说奇怪，这种教会怎么长得跟人家不一样有没有像欧洲那种高塔不然礼拜堂，韩国的礼拜堂也是很高很大那原来我们一进去里面才知道说，它就像一个我们如果你在开车经过我们的隧道就知道了我们的那个雪隧大概就是这个圆圆的。原来听了这个故事，心中真的很震撼。他们这一个礼拜堂，用最简单的方式把它盖起来，因为他们是在1983年有一个李东辉牧师，他租用美军他们在战时的铁皮屋飞机棚那是铁皮屋飞机棚很便宜，而且美军已经就是不要了，他是把它可能半买半送吧，就移到这边来把那个飞机棚一节一节把它接起来所以你注意看它
它的那个长度很长，你看从尾边看到前面哈，你看多长啊哈，跟我们教会横的不一样，它是直的，很深很深。那其中借着那个电视荧幕来辅助它后面的人可以看得清楚。那当然这个外观让我们很大的一个注意，但是重点是它的故事了哈。他们成立了安提阿长老教会，他们宗旨就是以宣教为最优先的使命。他们就是前提，你要加入我们安提阿教会，请记得每一个人都要有宣教的使命，传福音啊，他们就是这样子哈。然后他们的奉行的经文主题就是这一段，我们都很熟的《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一起来练这一段可以吗？再练一次，预备来。可是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会充满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甚至到天涯海角，为我作见，来做指标。就是说这段话，我们很多人不会背，至少都很熟了。但是他们就真真实实哈，就是原本的把这段话当时他们整个教会的一个使命的宣言，就成为传福音的一个指令。他们觉得说没有折扣的，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把传福音的地域观念哈，就是领域啦，他们把耶路撒冷代表他们这个全州这个城市。然后犹太全地是什么？犹太全地就是韩国。那撒玛利亚就是过了国境嘛，哈，到亚洲各地，地级是海外全世界。那我们常常会在这段经文里面做很多的诠释啦。有的说，那当然你要从最近的开始啊，对不对？从耶路撒冷开始，没错。比如说像我们台湾，那当然你要从台南市开始传福音啊，然后再来到各城市嘛。要么就再来到东南亚嘛，但是它的概念没有问题哦。但是他们说我们是4个方位全部一起进行了。要不然你从耶路撒冷一直在耶路撒冷，那你没有进到犹太撒玛利亚，那还不够。所以他们意思就是说，同步的4个方位全部进行，这是他们传福音的理念。而他们的这个在那个大厅里面放了一个世界的大地图，上面一个黑点哈，如果近看是一个小十字架，他们贴的地方就是他们这一间教会派的宣教师去传福音的据点。你看，非洲、那亚洲、欧洲，还有中南美洲，非常非常的多。其实有一个小点啊，是绿色的点，是我们台湾。他们都派了宣教士过去，他们的置物柜哈也把的布置也用地图哈，用地图把它拍下去。他们的一间房间里面哈摆了各宣教师到各地去传福音。他们那边不是有特别的纪念品吗？哈，他们有些旗子啦，还有一些衣服啊，传统的衣服，他们就收集起来放在那边，是要跟所有的会友宣告说，我们的福音使者到各地去传福音，你们要成为他们的后盾，要为他们做祷告这样子。那安提阿教会他们就说，我们怎么样设定我们的传福音的力道呢？他就学了圣经里面，耶稣不是从樟树上叫了一个撒该下来吗？这个撒该决志以后，他就跟耶稣回应说，我要将一半分给穷人，讹诈谁的要4倍还他。所以他们就说好，我们要根据这一段经文，撒该的决志，我们也要把我们教会所有的经费一半用在宣教上面。哇，这个很大的节制跟信心，对不对？鼓励每一个信徒，就是说你加入我们安提阿教会就是11奉献没有折扣了。那其中10%归上帝，就是维持教会运作；10%在教会的事工运作而已哦，其他都怎么样？20是用在土地维修贷款。那换句话说，他们所有经费只有30%用在教会里面，其他70%都要出去，用在传福音上面。我说那个他们心脏太强了吧，对不对？70%
有时候你的薪水70%用在别的地方，不用在你家，那你还受得了吗？但是他们就是用这种节制，就是倾尽所有的就这样做。所以他们的植入学青少年这些自己不能奉献的就很大的一种挑战了。因为怎么样呢？他们要自立自养啊，你不能靠那个富爸爸来帮助你，要给你经费啊，他们要自己去筹啊。所以呢，他们甚至这些都成立了许多社区宣教跟海外宣教的社团组织，他们都要自筹经费。他们一个概念就是说习惯不给就习惯了就好像老爸不给你零用钱你就自己去努力吧去打工吧，或是去节省你的费用吧，就是有一种心态上就这样的节制，所以他们就无后顾之忧就对了，反正一无所有就往前冲嘛。那在我们的访问已经过了10-20年了目前我资料没有更新，但是他们当时那个时代，在10年前就在全世界90国派出400位宣教师，请记得是一间教会就一间教会有做到那么大，甚至我们的花莲的阿美族，他们也设立一个据点来这边传福音，派了他们的宣教师，所以他们那个展览室里面可能我们的坛员大家觉得说，台湾也有所以就把台湾的国旗拉得宽宽的把它拍下来就是这一间教会，他们把去的国度都把他们的国旗放在那边。这边是来台湾的宣教师跟我们阿美族的这些弟兄姐妹所合拍的照片。那安提阿长老教会他们会有12000名，他们期待他们的目标是3万的会友，有3000名的宣教师。所以呢，每年的投入了500万美金哇，500万美金不小的数字做宣教事工，所以他们比撒该的一半还更多啦，就超出65%当然宣教的预算。他们知道说，倾尽所有，你就没有任何的顾虑，因为其他神要预备。但是他们更重大的是说，他们也像我们教会一样，他们成立了一个代祷团队，而且因为他们人多他们设立的代祷室呢是24小时365天，就是真的像祭坛里面的火不熄的所以这间是我们拍一个姐妹在里面祷告，我们不敢干扰她，从门外拍的他们的祷告室你知道韩国人很特别，他们都喜欢坐在地板上地板上坐着很习惯不像我们知道有桌子椅子他们这边就叫做以利亚祷告祭坛，就是为了宣教事工那这张就刚刚拍的那一张，就在那个地方一个地图在显示。他们学习，你知道这个教会叫安提阿教会，他们当然就是学习在使徒行传所提到的安提阿教会，他们是传福音船队传福音嘛那保罗他们被差派，他们的口号是什么？让我们因生活的不便，才能专心的来宣教。因为你生活不便你才没有什么累赘没有什么负担，没有什么包袱啦所以我们就常常有人在网络上听到一个小故事，也蛮有趣的。他说这个就是有关那个，我们不是有一个创世纪基金会吗？他专门在照顾那些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些没有办法行动的那些植物人那个创办人姓曹曹弟兄，他把所有的退休金都拿出来，就开创这个当时很多植物人没有人照顾，很大的有的家庭造成很大的负担。然后他在创立的时候就讲了这个故事啦，他就说在南海有非常好的经书，那有2个人他们准备要去取经了要去取经，一个是富家子弟，他们说这条路那么远所以我就好好预备钱，预备路费，预备各样的东西准备好，准备出发。另外一个是穷书生他说反正我也没什么钱，就出发吧。这个故事就是说，你的这个穷书生已经去取经回来了那一位富家子弟还在那边预备，说还没弄好等弄好再出发。
换句话说，安提阿教会他们就觉得，反正一无所有了，所以我就勇往直前了，没有什么好顾虑的。他们用这样的口号来鼓励他们的会友。弟兄姐妹，这个故事让牧师很大的震撼，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学习说，怎么样在灵命上的翻转。那也开始学习说，我们的教会如果不传福音，这个教会看起来好像光鲜亮丽，但是其实是亏负神的荣耀，也没有把神的呼召看成一回事。所以虽然长老教会以前这种观念也蛮强的，就是说你只要把教会牧养好，会有大家弟兄姐妹平安喜乐，那就很好啦。但是觉得这样真的是不够，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也开始鼓励。当时我在高雄盐城教会牧会的时候，我们就说，年轻人走出去，教会支持你，就举办那个福音团队那个短宣队，他们真的是这样子哦。他们刚开始当然没有说很足够的准备，但是他们就学习在暑假的时候，先在教会协助主日学举办夏令营，然后把夏令营全套的东西都学好，全套的东西准备好，然后下一梯次就跑到澎湖，那跑到原住民那边，甚至跑到花莲的原住民的教会，甚至跑到屏东，你知道在恒春附近有那个原住民的排湾族的教会。重新来过一次，因为他们已经在教会办过一次了嘛，他们就办了一次，带领他们的青少年主日学生一起来办夏令营，他们刚开始也很害怕，说哇这个不方便呢，去那边也没有吃好的住好的，都要住教会的地板呢，有的没有冷气怎么办？但是就是要让他们去体验说，为了主你愿意受苦吗？然后他们这一群年轻人到现在。有的在盐城教已经当长职了，我很期待说他们当时所做的历练，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翻转的力量。我说那个时候我在高雄，但是真的很感谢主，说我们富强教会也同样在改变，我们经历一个10几年的一个灵命的转变，还有我们教会的整个体制结构大改变，这是神特别的恩典。今天我们的幸福小组要做差派，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小组里面，但是我期待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我们的共同的注意力，特别是在这一段幸福小组推动的时期，你都有份于带导、支持，来参与他们。所以我们要复习耶稣所做的福音呼召的使命。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就跳过不读，它有2、3个重点。第一个，主耶稣开启了他们的心智。你知道吗？读圣经有人读得滚瓜烂熟，但是没有感动。你背经句背得很熟，也没有感动。是你要先求神来开启你的心智，感动你。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以前常常读某段经文，读了都没感觉，什么今天特别有亮光，其实就是主开启了你的心。所以期待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先不要说我要把它完成我的任务，今天读多少把它读完。好像为了交作业，你就是安静在主面前说：“主啊，今天我要读的这些经文，若是你的旨意，求你开启我心灵的眼睛，看出这个话语的奥妙，那种激励，那一种茅塞顿开，那一种感动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是先感动这些门徒，然后就差派他们宣告说：你们要做福音的见证人，要奉他的名把悔改和赦罪的信息传开。”从耶路撒冷遍及万国，然后提醒他们这一段话，我们在《使徒行传》也一样提到了，因为是同一个作者路加，他说要在城里怎么样，要等候啦。你不要以为你做好了什么都会了，等候等候神是能力给你啦。这个能力才是最关键的，所以呢。让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感动的心，就是说，我们教会今天虽然今年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感觉大家有一点还是没有办法很大的一个足够的心理准备。不过有6组开始了，那我就看到这段经文一个很棒的启示啦。他这段话怎么说呢？我们再练一遍可以吗？启示录14章6节，预备来。
我又看见另一个天使在空中飞着，他有永恒的福音，要向世上各国家、各部落、各民族和各种语言的人宣布。在你的脑海中，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印象有一个天使在天空飞？他的任务是传福音，永恒的福音，而且是遍地的、各地、各民族、各语言的。这让我想起说，在2000年前这空中的天使在今天看起来是什么？我们现在在网络上面，在视讯上面也有我们弟兄姐妹在做礼拜，对不对？这个在空中的天使真的很像我们现在这个电子无所不在、无远弗届更何况最近呢，新的手机出来了，他说你都可以透过卫星直接来传播，以后不用基地台，你整个世界都在你的范围里面，真的是这种科技发达到这种程度。但在2000年前，这个飞天的天使就开始在做这件事情了。所以我把它想象，或是我把它印证说，这个福音使者的启发，说看见另一个天使在空中飞，有很宏的福音要向世界各国、各部落、各民族、说各种话的人宣布。宣布什么呢？其实我们的幸福小组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同工，你就是这个飞天的天使，因为你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就是为了要去把这些 base 的找出来，要把福音传给各地有可能的地方环境。所以我们今天期待我们的幸福小组是一个 symbol， 是一个代表，你们就是福音使者，要让福音广传万邦。我们的第5期幸福小组已经从上个礼拜就开跑，因为我们是这个我们的中秋节所以我们晚了1个礼拜才派。我把它看成说，每一个小组同工就像空中在飞的天使，你们的共同使命就是要像 base 的来传播永恒的福音。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第5期幸福小组一共有6个组，6个幸福小组，陆陆续续已经从礼拜2，然后礼拜6，还有今天下午就要陆续开展了还有2组他们的筹备比较后面一点才开始，但是基本上我们这个6个组都已经启动了。最后我要分享一些图片，让他知道说，虽然你不是参与在里面，但是我们说我们是富强教会的一份子。有一群人要到前线打仗，我们总不能在后面还在打粮，还在喝冰水他说你们去吧，是我们一起努力，一起来祝福他们那这个是我们在礼拜4所举办的幸福小组激励分享会，我们有40多个弟兄姐妹同工来参加那感谢主，大家都很踊跃的发言。我们有小组长介绍，副长介绍他们的组员我们的区长来勉励这个是我们的满族长老的分享，这个是我们的喜安副长的分享，这是我们的医院的院长，我们的刘启举院长，他也办了一个组，刚刚早上已经差派了那是我们的硕龙区长来介绍来分享勉励，我们的魏鹏长老约书亚牧区来代表分享。那这些都是我们当时一起祷告、一起祝福、一起开始的一种互相鼓励。那感谢主，我们这2-3天都已经陆续开始了这一个是我们最年长的鼓励幸福小组，也在第1堂礼拜宣告差派的那他们在组员也一起学习，他们等于是都没有经验就从头开始那这个是我们的宝贝幸福小组，他们在昨天也开启了他们一群base 的都来了。这些同工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经验，就是说，即使到前一天都还不确定到底有没有 base 的要来，那他们就是勇敢交托，就交给神神就为我们预备。这是他们鼓励幸福这个刚刚是遇到幸福小组他们在会前的筹备这个是鼓励幸福小组遇到幸福的邀请卡，这个是安恩幸福小组他们在
上个礼拜先举行一个餐会，其实就是在一个热身暖身，因为他们就开始先邀请贝斯的来参加这个聚餐哈。感谢主。那这个是我们的安安幸福小组的邀请卡，很多弟兄姐妹用他们的创意把它设计得美美的哈。那就是只愿幸福小组在上个礼拜五就前天了哈办的这个筹备会，昨天也正式开始了。这是他们的幸福小组，我们的子兰执事昌成执事哈，觉得很温暖，很感动了哦。他们呢为了要办幸福小组哦，把他们全家都重新改装，改装成一个非常 nice、非常温馨的、非常漂亮的，让贝斯的去觉得很 OK、很棒的场地。他们就是为了让幸福小组的这些贝斯的来那边感受到非常的棒的感觉哈。这是他们的一个小区块一个聚会，然后这个是分享哈。然后他们很用心哈。为了让这些贝斯的能够安心的来参加，而且能够享受他们准备的吃的东西，他们还做了隔板哈，比餐厅还周到。隔板呢，每一盘都摆盘摆得很漂亮哈。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开张哈，有没有买对外营业了哈？很漂亮。这个是他们在每一个弟兄姐妹新朋友来的时候一个分享。那唯一的目的就是说，让这些贝斯他们感受到，因为小组弟兄姐妹的关爱，他们的心被打开，愿意接受福音。唯一的目的就这样。安提阿教会花65%的经费，就是为了传福音。那我们富强教会，我们从一个幸福小组的模式来开始，但是不只是幸福小组了，其实我们都知道哈，我们的福音茶会。我们的新朋友关怀都是很有力道的，是同样在不同领域在传福音的。那重点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意识。我们从安提阿教会，我们至少学他们的1/10吧。我们也是有这样福音的负担。最后牧师要分享一个宣教士的故事，他叫做约翰培顿，是苏格兰人，跟我们长老教会的宣教师同样发源地。他比马雅各医生更早，他来到南太平洋一个叫瓦努阿图，就是他现在改名叫赫布里群岛，当宣教师。他离开后，那边的基督徒设立一个纪念碑，写了这一段话，纪念的碑文，感觉非常的感动。他说，1848年他来时，没有一个人是基督徒，全部土著哈，这个岛上的人没有人信耶稣没有人认识主。但他说1872年多久呢？24年在那边传福音。他离开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是基督徒。换句话说，因为他的努力，全岛信主，全岛信主。弟兄姐妹，我们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参与在小组里面，我们不是说大肆鼓吹大家都组成幸福小组。其实这个幸福小组有一个很重要的逻辑概念，就是说你必须要在小组的架构下成立幸福小组。为什么呢？你可能有各百般的武艺来传福音，但是重点是这位 Best 他接受福音之后，你要牧养他，你要陪伴他，至少要陪伴了1-2年吧，让他从那个陌生到成熟，对信仰真理、对服事、对传福音有概念。那所以必须要一个小组的架构里面来牧养他，来照顾他。所以我们这个幸福小组也是一样，这样学习这样的这个架构传统。但是其他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努力。第一个，你可以用祷告来参与这个福音行动；你可以第二个奉献来参与这个福音行动。我们教会在4-5年前呢，我们的礼拜堂的这个建筑经费都完成都偿还之后呢，我们就设立了一个叫做宣教基金呢。换句话说，我们硬体盖好了你硬体盖好是为什么？为了要享受吗？不对吧？我们是为了在这边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基地，操练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传福音。所以我们有2个这个主要的专门的经费，就是门徒训练基金
一个是宣教基金，这些就是为了装备门徒，要成为传福音的力道啊。所以我们可以参与这个奉献，参与传福音。那再来就是以行动。刚刚就讲了，因为在这个架构里面，传福音才有它的功效跟后续的照顾。但是如果说你是单打独斗的，你是一个普通没有参加什么团契都没问题啊，你可以引领这些 based， 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有机会来教会，也是一个传福音的行动。所以我们在11月13跟20号，我们有2堂的一个福音组织，那你可以预备心，邀他们，为他们祷告，一个认领的动作，然后为他们祝福祷告。有一天他们也能够来到教会，参加这个福音组织，一起领受这样的福音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努力，一起来祝福。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祷告之后呢，我们要邀请所有弟兄姐妹，你如果心中有需求，你的肉体有病痛要受代祷的，你就预备心来到前面来。我们也邀请我们的敬拜团来带领我们唱诗歌。我们邀请我们的长老、我们的代祷团队、我们的小组长都到前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之后就才开始哈。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他们为了回应主的呼召，把1半以上的经费投入传福音。主啊，我们富强教会今天也有幸福小组要受差派，要一起加入这个福音的行列。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也愿意以行动、以祷告、以奉献来参与这样事工。我们现在要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到主面前，他们有肉体的病痛或心灵的软弱，需要代祷的，我们求神亲自动工，在我们的祷告中成就我们的祈求。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以下是祷告的时间，我们请同工带我们唱这首《医治恩典》。在唱的时候，我们请鼓励楼上楼下，你愿意受医治，你愿意被神触摸的，就到前面来，哈，不要客气，我们一起来唱。一起来。慈悲的，不要客气，走到前面来，一起来做服事的祷告。无人像你爱我们，求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亲近你，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弟兄姐妹，不要客气，到前面来。我们请代祷团队、我们的长老、我们的小组长都可以来做服事的工作。右边还有你们左边还有很多位置啊。医治恩典再来触摸我们，会友一起来唱。释放我的自由，当我寻求你，吸引我总追，领受你爱，领受你医治恩典。我们音乐来继续，弟兄姐妹。我们这时候，请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也起立好不好？我们用一个同心来举起你的手，祝福的手，为前面这些要做服事祷告的弟兄姐妹，祝福他们被神所触摸，被神所医治，神施下平安在他们身上。我们也请服事同工开始来为他们做服事的祷告。我们开始，哈利路亚，感谢主。神啊，求你的恩典被触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身上，求你的平安，求你的医治，求你的恩典，求你的福气赐福在弟兄姐妹身上，求你容怜悯，求你的恩典赐福在他们身上。神啊，求你的大能这时候展现你的大能医治在他们身上，有软弱的，有心灵遇到伤痛的，以及我们肉体受到病痛的，就求你来施下医治，施下恩典，施下能力，施下你的应许让。
们身上。哈利路亚，赞美主，请你大灵医治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医治在我们身上，因为神愿意领受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祈求。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你的恩典医治继续，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你的医治临到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我们敬拜团可以再唱一次哈，轻轻的唱，继续祷告，继续祷告。我们在座位的弟兄姐妹，你也可以为自己祷告，为亲人祷告，为你家人有病痛的弟兄姐妹线上祷告。神啊，求你赐下医治，赐下医治。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主啊，你的大能先知显现在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是你的宝座，是你的医治，是你的权柄，是你的平安在我们当中，医治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还没有结束的继续，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唱。释放我的自由，让我寻求你，洗净我重罪，领受你的爱，领受你慈恩典。我们前面的弟兄姐妹，您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牧师奉主的名来为每位来祝福。我们在座位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一起同心，因为神要奇妙的方式施加他的医治平安，在每一个愿意寻求他的人身上。现在父神，感谢你，感谢你呼召这一群弟兄姐妹，他们用谦卑的心，用虔诚的信心来到主面前。主啊，不是我们人厉害，我们用什么场合，而是因为我们同心在你面前恳求你。我们弟兄姐妹有肉体的病痛，有心灵的软弱，以及有一些愁苦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你赐下你的医治、你的平安、你的恩典在他们身上。当他们说我愿意的时候，主你的医治、你的神迹奇事就要临到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这群信主的弟兄姐妹上，虔诚在你面前恳求的弟兄姐妹，感谢你，主你应许我们，主耶稣受鞭打，我们就必得医治；主耶稣，你为我们受苦，我们就必得着平安。神啊，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很多的艰难，很多的挑战，但是当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安稳，得到平安，得到喜乐。愿神赐下医治的权柄、医治的恩典，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包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拍手感谢主，谢谢。愿神的医治临到每一位。我们请坐，请坐。我们回到座位。马上，我们要请，今天有4个幸福小组哈，组长还有组员都到前面来，好不好？都到前面来。我们要这个宣告跟差派哈。我们有这个小组有我们的宝贝幸福，我们的只愿幸福，还有遇到幸福、安安幸福。来，不要客气，来到前面来。好，一起到前面来，好不好？大家都到前面来啊，到前面。好像我们的代祷团队一样，我们的代祷团队哈，我们的代祷的差派一样。那请我们先面向我们的荧幕，我们要做一个差派的祷告。各组集在一起，等一下我们一个宣告哈，各组集在一起啊哈，各组尽量聚在一起。来，我们看荧幕，请我们那个差派词，请同工把差派词弄出来。好。那我们因为节省那个纸张了哈，我们就直接看荧幕啊。你们到你们的副长旁边，等一下我们要介绍啊哈。好，我们当我说我的时候，你就念你自己的名字啊哈。我们弟兄姐妹在座位也一起跟他们同样的一个差派哈。好，预备，我好，愿意接受上帝的命令与差派，忠心委身于教会的幸福小组。福音事工。第2，我要遵从主耶稣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的教导，尽心努力传福音，抢救灵。第3，我要遵守教会的规范，
与幸福小组辅长、组员同工，同心合一传福音，求圣灵动工，感动每一位慕道友来接受福音。愿上帝亲自保守我们，阿们。我们一起鼓掌，谢谢。好，节目才要开始，请向后转，向后转。我们的辅长走到最前面，辅长走到最前面，跟区长，辅长跟区长走到最前面。你们的组员在他后面哦，你们是小鸡哦，他是母鸡哦。好，我按照这个名单好不好？宝贝幸福在哪边？来，麦克风拿出来，麦克风拿给宝贝幸福的辅长，我们的石宝老师，你拿麦克风。好，我们看第一个介绍哈，我们的宝贝幸福是我们的保罗牧区啊，他们所设立的幸福小组。那请我们的石宝老师介绍他们的组员啊，举个手，举个手来，我们宝贝幸福的同工举手一下。宝贝幸福同工。好，我们请辅长带他们做对呼了，他们要做对呼哈，用麦克风带领他们来。对呼，好来对呼。好，预备哦，一起喊哦。宝贝，宝贝，宝贝。我们是耶稣的宝贝，幸福，认识耶稣一定幸福。宝贝幸福，赞！哈哈。他们每一次聚会都要对呼一次所以要背起来。好，这是我们的保罗牧区的宝贝幸福。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紫苑幸福，我们的紫兰辅长摇手一下，还有我们的紫兰这个紫苑幸福的组员，请摇手一下来。你看他们还有一个最小的，还不到几个月的，你看他也都参加了，啊，好，我们请我们的紫兰辅长来带领我们做对呼来。好，我们一起来做对呼。幸福，愿幸福，我们领受使命，只愿幸福进入，只愿幸福得人。哦，好。哇，他们还有押韵，还有节奏，还有那个什么，还有那个像 rap 一样的嘿，哇，以后可以把它改成一首歌也不错。好，来我们的第三组是我们的这个中间哈，那好就这样好了，安安幸福。我们的辅长是喜安兄我们也是这个组也是我是耶稣雅牧区的哈，我们请我们的组长来带我们这一个对呼，大家一起为他们祝福祷告哈，来。好，我们一起来来对呼哈，那个其他的朋友如果会的话也可以。红哥，好，天天平安，天天幸福，认识耶稣，蒙恩蒙福，安安幸福，真的幸福，安安幸福，真正赞！拍手！哇，他们这一团人数不少哦，哈，人数不少我们的安安幸福哈，他们今天下午才要开张。如果你觉得有兴趣，可以去观摩一下哈。他们下午马上在吃完午餐就开始了哈。我们还有一组哈，就是我们的遇到幸福。遇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秋玉跟西道他们名字好厉害哈。他们的幸福小组，他们筹备要6次就可以了。所以到月底才要开始。来，我们请辅长来带我们做对呼来。麦克风有没有？幸福在这里，义大幸。拍手！好，拍手！哇，真的，他们很用心呢。幸福，拍手！看起来他们很欢乐，对不对？在筹备的时候脸都很苦因为很不简单呐。但是
你说苦中就得到恩典很多辛苦遇到后面的辛勤耕耘就有非常丰收。我们为他们做祷告，我们再次拍手给他们，好，拍手，谢谢。好，我们请回座，请回座。继续努力我们会尽量为他们带到。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我们请我们的执事，我们来收奉献做报告，请执事开始了，可以开始了，谢谢。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这时候我们来背诵本页的金句，在周报的最后一页。会众，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哥罗西书1章22、8节。这时候来报告，我们翻开周报的第2页，下周的服事同工，我们请看一下我们的服事表，还有我们的奉献跟明细，如果有出入的，麻烦跟我们财务室的同工这边来反映。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肢体交通周报的第4页。第一点，本会下午1点半在2楼的会议室要举办我们的长执会，还有我们的服事团队的首长的联席会议。那请我们的长执还有我们的团队的首长可以准时参加。第二点，我们今日有我们幸福小组的祝福差派礼，也请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持续来关心代祷这项我们教会重要的事工。第3点。我们今天有我们的医治祷告的时间，也请大家持续为我们教会，身体有病痛或是心里有忧愁的这些会友，我们持续为他们关心跟代祷。第4点，下个礼拜9月25是我们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那圣经学院的院长阮建明牧师会代表圣经学院前来我们这边证道跟请安。第5点。这是开心的消息，本会定于10月8号礼拜六下午3点，在本会举行曾瑞平传道封牧就任的感恩礼拜。
那我们持续为了所有的筹备以及当天的感恩礼拜的程序顺利来代祷。第6，本会人士的消息的报告。第一个，我们的前任的徐耀如传道，已经在10月1号，即将在我们台北中会的淡水教会来赴任服事。那在11月12号礼拜6下午2点半，也会在淡水教会举行封牧就任的感恩礼拜。我们持续为了雅如传道，他在淡水教会的服事，持续来关心跟代祷。另外第7点，我们本会第2期的奖学金开始申请，所以符合资格的这些我们的孩子，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布栏那边做登记哈。那我们的申请截止，请注意一下时间是到9月25，那我们颁发会在10月2号所以请注意一下我们的日期。那另外我们的社区音乐班也在昨天4点开始恢复上课所以请持续为了这些音乐班的事工来关心。第2小点，我们下一季第4季11月到12月的一个服事的行事历，也请交给我们的教会的干事，我们要制作服事的相关的表单请各个服事团队的首长来注意。另外还有我们的2023年的周历手册那每册是优待120块，那如果需要的也跟我们教会来登记另外我们有第5页的下方，教育装备团队招生的消息我们第4期的理财有道班招生是在礼拜4的晚上7点到9点。那第2小点，哀伤陪伴还有离婚关怀事工的消息除了我们有线上的这个课程之外，我们第11期的哀伤陪伴13周的课程也会从10月17号的晚上以及10月19号的上午开始这边大家特别注意。那我们翻开第6页，牧区还有团契的消息的部分那这边我们的松年团契这边特别注意，我们10月1号礼拜6上午会开始恢复聚会。那另外我们的主日学还有我们的提摩太牧区目前也都是正常做实体的聚会也邀请我们家中有孩子或是我们的青少年可以踊跃来参加主日学跟我们提摩太牧区的这个部分。那另外还有基甸牧区也都持续有做这样的一个聚会。那神学生的介绍还有其他的补充，我们请牧师。弟兄姐妹，我们先来做介绍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新学期的神学生，我们的刘培慈同学他从今天开始在我们教会实习1年他是神学院3年级道硕班所以已经慢慢准备培养明年毕业要去牧会了我们请培慈同学站起来，我们来欢迎他。我们想要邀请他把口罩摘一下，我们认识他。好，恭喜祝福你请坐培慈同学呢，他很优秀所以我们教会指定他来我们教会实习了他来这边当然主要是以青少年我们的主日学为主，但是也参与其他的服事我们为他祷告期望我们弟兄姐妹大家主动一点邀请跟他打招呼啦，不然他孤单的好像觉得没有人理他的样子我们为他祷告他在学校的学业，我们教会的服事都能得神的恩典那我们也欢迎今天有好多位我们的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我来做介绍。第一个是林进伟弟兄，进伟弟兄来拍手欢迎他。第2位也一样，就是周洪哲弟兄都是我们李伟教授的门徒学生李伟教授很关心他的学生常常看到他旁边都是这些年轻朋友围绕他李伟教授很关心这一群，有些特别研究生很多都是外地来的期待你们把互相教会当成第2个家来这边也请我们会有弟兄姐妹跟他多认识他们觉得来从外地来很温馨我们也谢谢李伟教授的邀请带领有什么需要帮忙都可以跟我们教会联络来，再来我们再介绍
来赖硕恩弟兄，硕恩弟兄来欢迎你，欢迎你。他就是已经是基督徒，他是在好消息幸福教会。那今天由我们会旗执事来做介绍哈，欢迎硕恩哈，也都是年轻人哈。我们的瑞平传道哈，他专门要吸引年轻人来的哈。我们请大家一起跟他同工哦哈。多认识，多邀请哈。再来就是高杏华姐妹，杏华姐妹，杏华姐妹在这边，好，欢迎你。文凯执事介绍的哈，欢迎你来哈，欢迎你来，她也是基督徒哦哈。还有一位是我们的陈之君姐妹，之君姐妹在这边吗？先离开了啊，在这边的，在这边有，在这边之君姐妹哈，她是烟花姐妹的朋友，对不对？烟花姐妹的朋友，好，欢迎你来哦，欢迎你来，她在助仁德哈，感谢主哈。好，牧师有几件提醒就好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幸福小组有些组员呢，可能他本身还没有是第一次新手哈。如果你要参加一个简单的培训，有一个培训班，你小组长把名单送来办公室，我们来协调看什么时间可以帮助你，我们一起把那些课程做一个回顾哈，那可以让你更有概念哈。这个我们请组长稍微联络一下，有需要来参加培训的、补培训的都欢迎来参加哈。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等一下我们有开长执会我们请长执呢在礼拜结束可以先用餐，签个名就可以哈。那我们在1点半要在会议室开会哈。那小会员可能要开完会还要留下来做其他的事工的讨论。那祝福大家哈一个美好的这个中午，我们可以到楼下我们的一个爱心午餐一起享用哈。好，谢谢大家。颂龙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吟颂龙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结束之后，由牧师来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祝福跟恩典。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护、相通扶持，与每一位阿门。我们请坐来默祷闭会。好，那我们离开前，再次跟我们旁边的会友再次请安，那也可以到我们楼下的爱心午餐还有心灵转角。